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丽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即摆的查甫人惊捌代志，有钱就想要加照顾几个查某人，惊身躯边的查某人受苦。即摆的查某人搁较捌代志，知影身躯边的查甫人若无钱，就点点啊离开，无想要互查甫人负担伤大。世上只有妈妈好。阿嬷，有啥物树仔会妈妈好？啥物妈妈会伫树仔顶？妈妈，明仔载就是母亲节，你敢有想要啥物礼物送囝的？妈妈毋免啥物礼物，只要你乖乖听妈妈的话就好啊啦。安尼等我生你的时阵，我嘛毋免啥物礼物，只要妈妈乖乖听我的话就好啊啦。明仔载就是母亲节啦，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意这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立即 Kimber 每把按起来点准时好播影片，刷。